住手！又是你个破崽崽，怎么想英雄救美？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，你们也配叫男人？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，先废了他！嫂子，我不是打架，我这是救人。小子，有两下子。你给我等着！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嫂嫂，我回来了。是不是打架了？没有。小五，你骗不了我。他们要抓一个女孩，我难道眼睁睁看着？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许打架，不许打架！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不就是打个架吗？我又没受伤。今天没受伤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你哥当年也是这样跟我说，没受伤，没事的。结果呢？他再也没回来。我不想你走他的老路，你懂不懂？嫂嫂，对不起。车票给你买好了，你回老家去吧。嫂嫂，你真要赶我走？这些钱你拿着，回去找人说个媳妇儿，好好过日子。你哥虽然不在了，我还是你嫂嫂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小伙子，多谢你昨晚救了我女儿。不用不用，小事儿。我这里有份工作，3万块1个月，你要不要3万，3万在我们老家都能盖一栋小楼了。这么好的活儿，我怕是干不来。你可以的，就帮我看看场子就行。看场子，需要打架吗？当然，有人来闹事儿，你就给我好好收拾他们。那不行，我不想打架。那这样吧，你给我女儿当保镖，给你1万1个月。保镖？当然，雨桐长得漂亮，难免被人惦记。我生意上的事又多，不可能时时刻刻在她身边，所以需要一个身手好的人保护她。行，我干。爽快。雨桐，你带小陈去安顿一下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都是我的人了，还穿这样怎么行？喏，这套试试。不错嘛，真帅。对了，你住的地方有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正好我有套房子空着，你先住那里。这里怎么样？不错，比我住的地方好多了。这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，你每天早上8点过来接我，送我去学校。你还在上学？
对啊，没见过大学生吗？早啊，小五。早。你也来玩玩？不了，我不会玩。怎么样？这里生意好吧？嗯。你要是想开的话，跟我爸说一声就行。这种店来钱快，一台机子一天能吞好几百块。还是不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喜欢打架。你打架不是很厉害吗？我们走吧。好呀。上个月的工资，谢谢。你自己挣的，谢什么？今天给你放一天假，好好玩去吧。年轻人嘛，别整天绷着。老板，就这么点大的铺子，一个月5000。靓仔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新街正街上，人流量多大？隔壁那家卖鞋的，一个月8000，5000给你算频道效啦。好，我租。靓仔，你准备自己做啊？不，我给我嫂嫂租的。那祝你们生意兴隆了。你要租这里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逛街正好逛到这里啊。你打算做什么？开游戏厅吗？不是，我想开服装店。这里人流量这么大，开服装店不错哎。我也想试试做生意，要不咱们合伙吧？哟，这不是云姐吗？怎么混成这样了？沦落到摆地摊了？欠你们的钱，我会还清的。自己人谈什么钱呢？云姐，斌爷想见你，特意让我来请你去金凤凰做客，吃顿饭，叙叙旧。云姐，请吧。你真不考虑跟我合伙啊？我出钱，你出力，利润我们对半分。再说。什么叫再说？我跟你讲，这种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。嫂嫂呢？小伙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嫂子被人带走了。什么地方？我听着好像叫什么金什么凤。金凤凰？对对对，就是金凤凰。你知道金凤凰？当然，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要不，给我爸打个电话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里面打起来了，好像是个女的，好凶啊！我听说把人头都打破了，满地是血。
斌爷，你这妞太烈了，把我脑袋都给开了刨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苏云，别说我没帮你，你老公欠的债，我让你陪金老板喝一顿酒，一笔勾销，够给你面子了吧？结果呢，你把他的头打破了，有你这样对待客人的？他摸我。苏云，你也是过来人了，摸一下怎么了？能少块肉？人是我打的，智商多少我赔。赔？光你老公都欠我好几十万，你拿什么赔？你一个女人，除了这身子，还有什么值钱的？我老公欠的钱以后再说，我说的是今天的事儿。行啊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来？各位，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小五，斌爷，这是我嫂子，她有对不住的地方，我代她赔罪。哪来的乡下小子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一杯酒就想翻篇儿？好，你讲义气是吧？江湖规矩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你替你嫂子也来一下。小五，回去，这事儿不用你管。嫂子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这样，行了吧？好，有种，让他再陪我睡一晚，这事儿就一笔勾销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讲信用？信用？他把我脑袋开了瓢，砸一下就想了事儿。这笔账要是平了，你们以后都别叫我金老板，叫我冤大头算了。哟，杜天雄的闺女，今天倒是热闹。今天就是杜天雄在这里，我也不卖他的账。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就想从我手里捞人。杜小姐，一边去，待会儿伤着你可就不好了。住手！我不许你动他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上！金老板，现在这账可以平了吧？好兄弟，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！好身手，真好身手！兄弟，跟我混怎么样？包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女人想要多少有多少。斌爷，对不住了，家里不让我混。那行，你嫂子还欠我几十万，就算你能打，欠总得还吧。嫂子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你大哥为了拿下一批货，找他借了几十万，结果货被人劫了，你大哥也丢了命。是谁杀了哥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啊，怪只怪你大哥自己没用了，10几号人，
居然被区区3个人劫走了货，命也丢了。哪3个人？怎么，想替你哥报仇？小五，别上他的当，钱我一定会还你，不管多久。你拿什么还？靠你那个地摊儿？小子，我这里有个活，只要你干了，我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，我再也不纠缠你嫂嫂，怎么样？小五，别上他的当。什么活？放心，一定是你能干的活。不要，小五！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这活我接。这才像话。3天后到这里来找我，我带你去。好。雨桐，为什么不回家？嫂嫂，我要是回家了，今天你……我不用你管。小五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但你不一样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嫂嫂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今天很能打，很厉害？没有。当年你哥也像你一样，一个能打10个，但他最后落得什么下场？死了，尸体被人扔到了海里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小五，我真的不希望你步他的后尘。嫂嫂，我不会的，等干完那个活儿，跟他们做个了结，我就不干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一旦陷进去，就很难抽身。不会的，嫂嫂，你跟我来。嫂子，你看，这是我租的店铺，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开服装店，再也不用摆地摊了，靠自己的双手，堂堂正正的赚钱。小五，嫂子，等店开起来了，你就安安心心做生意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来处理。嫂嫂，衣服来了。小五，我来帮你。小五，你为什么叫小五啊？因为我在家里排行第5。我就知道。哎，你谈女朋友没有？我有个侄女儿，长得特别漂亮，还是个大学生，要不要见见？生意不错嘛。还行。怪不得你不肯跟我合伙，原来这个店是给你嫂嫂开的。是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跟嫂嫂争了。她是我嫂嫂。我知道啊，我叫她嫂子也没问题吧？随便你。对了，我爸让我跟你说，只要你愿意跟他做事，斌爷这边的账他来搞定。我不想让嫂嫂担心。我爸做的可是正经生意。哪有正经生意需要天天打架的？算了，跟你说不清。对了，明天有同学聚会，你记得来接我啊。小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。走，哥带你去干一票大的。
斌爷，要不我留在外面看车？瞧你那点出息！斌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塔寨，九爷的地盘，他们欠了我好几百万。今天你要是帮我收回来，你哥那几十万一笔勾销。怎么样？这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吧？九爷，别来无恙。斌仔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是什么意思？九爷，不是我要带人来，是你欠我的300万，拖了几年了，我手底下几十号兄弟也要吃饭的嘛。斌仔，不是我不给你，是去年那批货砸在手里，我们实在拿不出钱。九爷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斌仔，我们塔寨有塔寨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从这道门到祖宗牌位前，谁能一路走过来，钱你拿走；走不过来，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九爷，你这是存心不给钱啊？规矩就是规矩。兄弟，交给你了。看到没有？这才叫高手。蛮雄，小子，你走到这里算你有本事，但你过不了我这关。有点力气。九爷，我走过来了。去，把钱拿来。九爷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这兄弟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好了，兄弟，我们两清了。说真的，跟我混吧。你这身手比你哥当年更厉害，不发财都天理难容。不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几天赚的，给你。嫂子，我出钱，你守店，我们5-5分。好，那我帮你存着，将来娶媳妇儿用。陈阳，你就在下面等我吧，我很快就会出来。好。
雨桐，多年不见，你越来越漂亮，不愧是我们一中当年的校花。是啊，雨桐，当年你就迷倒了不知道多少人，现在更是万人迷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喝了，真的不行。来嘛，雨桐，这是最后一杯。是啊，我们这么多年才见一次面，怎么也得喝尽兴不是？走了走了，我们吃烧烤去。干什么？雨桐，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，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女人说不要就是要，来吧。陈阳！你他妈谁敢管老子的事儿？小子，把人放下，别让他跑了！别送我回家，爸爸看到我这样会骂的。陈阳，陈阳，陈阳，怎么了？爸，我知道了，我就是跟倩倩挤了一晚，不用担心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陈阳来接我了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要怎么负责？娶我吗？那你可要加油喽！你现在这家身家，我爸可看不上的。好啦，陪我逛街去吧。哟，新开的店啊？生意挺好的嘛，拿来吧。什么？当然是保护费啊！这点钱可不够，你当是摆地摊啊？老大，
她好像是那小子的女人。哟，还真是，这么巧啊！那小子人呢？让他滚出来！快，给他打电话。1个小时之内，我要是看不到他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1个小时到了，靓女，你男人不靠谱啊！他是我弟弟，我管他是你什么，今天他不来，就拿你抵债。那小子坏了我们好事儿，还把我们狠揍了一顿。我们几个玩玩你，不过分吧？别过来！哟，玩自杀呀？有种你就戳下去，看老子怕不怕？嫂嫂，不要！小子，你可算来了。那天那笔账，今天得好好算算。喂，你们几个家伙还没被打够是吧？那天是那天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们现在可是宾爷的人。小子，你碰我一下试试。啊！痛痛痛！你们还敢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小子，你等着！你敢惹毕业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毕业，这小子打我们！兄弟，好久不见！毕业，你们认识？当然，这可是我好兄弟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大哥饶命！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给老子滚！再让我看到你惹我兄弟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兄弟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有人出高价要砸你的店，对方来头不小，但只要兄弟你跟我，哪怕对面是天王老子，我也罩着你。斌爷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兄弟，你这是瞧不上我啊？哼！毕业，那小子不识趣啊！他惹到了顾家，我好心好意要帮他，他却拽得跟250似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们翻脸无情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肯定是冰叶他们干的。小五，不要！陈阳，让我爸爸出面吧。老杜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这小子先不给我面子的。再说了，他惹的是顾家，这件事儿你摆不定。顾家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顾少杰？除了他还有谁？明明是他先给我下药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同学聚会那天。你不是说那天你跟倩倩在一起？顾少杰给我女儿下药，可有此事？有，但这小子把他的蛋蛋踢碎了。顾家就这一根独苗，他这一脚给顾家绝了后，你说这个仇大不大？爸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来处理。随你。不过老杜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顾家要的是人，不是钱。爸，你不能不管陈阳，不然我就不认你了。既然是我女儿的事儿，我这个当爹的不会不管。陈阳、雨桐，我们走。陈阳，说吧，那晚你是不是跟我女儿在一起？爸，这张卡里有100万，你拿着钱跟你嫂子回乡下去吧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是为了救我才……我让你闭嘴！我知道了，
谢谢杜叔，钱我就不拿了。陈阳，陈阳！靓仔，要伞吗？是不是遇到难事了？金老板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的事情我可以解决。不需要。我不是坏人啦，李斌那衰仔也没告诉我你嫂子不是陪酒的。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哥哥是被谁杀死的？这才对吧？靓仔，看人呢，不能只看表面。就像我，看上去是坏人，但有没有可能我是一个好人呢？不像。靓仔，上车。靓仔，到了。大嫂，人来了。听说你很能打，我不喜欢打架，为什么？嫂嫂不让我打架。没人喜欢打架，但能打跟不能打是两码事儿。证明一下你自己。不错，我叫金秀，他们都叫我大嫂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叫我。大嫂，不错，以后跟我做事吧，你的事儿我帮你摆平。那3个人，只要你跟我，很快你就能见到他们了。好，这里有100万，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早点过来，我带你去顾家。谢谢大嫂。回来了，这么晚了，你就在床上睡吧。嗯。放心了，这件事大嫂一定给你搞定。大哥呢？兄弟，跟大嫂做事，不该问的事儿别问。好了，搞定了，走吧。停车。下车。大嫂，大嫂饶命！大嫂，100万已经安排人打了，人你可以放了吧？早这样，何必费事？放人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勒索？这几个家伙不讲规矩，把好端端的女孩子骗去夜场，这100万是我为他们讨的补偿。大嫂做事向来堂堂正正。记住，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。金秀呢？金秀，给我滚出来！浩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大嫂绑了我的人，还要了我100万。我今天来讨个说法。哦，你想要什么说法？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我也不为难你，1对1单挑，你赢了我走。小五，这是你养的小白脸儿。大嫂，他要是输了，
北边那厂子可就归我了。靠！你哪里找来这么厉害的小子？算我认栽，我们走。慢着，你输了，就这么走了？好，我认栽。南边那个厂子以后归你。大嫂，这些家伙越来越过分了。小五，今天多亏你了。大嫂，我这是应该的。有住的地方没？我东城有一套房子一直空着，你搬去住吧。还不快拿着！回头找个时间，我过户给你。请。嫂子，以后我们就住这里，大的卧室你住，我住小的。你哪来的钱买房？是不是答应李斌了？放心吧，嫂嫂，我才不会跟那个人渣混呢。你就放心住吧。拿来。什么？分给你的钱，我给你存着，以后娶媳妇儿用。好吧。放心。你的钱，嫂子一分都不会用。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，嫂子交到你媳妇儿手里。嫂嫂，我来帮你。回来啦。我准备开几家分店。哦，你马上21了，也该娶媳妇了。慧姐的侄女长得不错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不要。你还在想杜雨桐？没有。别想了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嫂子，我知道了。嫂子，这里面有100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嫂子，放心，这钱是干净的。100万？小五，要不我们开家厂吧？厂？我们现在衣服都是从别人那里拿货，利润薄，款式也受限制。要是自己开厂，自己设计，自己生产，自己卖，一条龙，利润能翻好几倍。嫂子，我听你的。听说是两叔嫂开的，不得了啊！这厂子看着挺大，得花多少钱啊？嫂嫂，你做到了。小五，是我们做到了。云姐，恭喜！这么多年，终于有自己的厂了。慧姐，没有你，我一个人也撑不起来。姐妹们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云记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。老板好！
慧姐，以后我会更多时间待在厂里，店里就交给你看着了。放心吧，云姐，店里有我呢，出不了差错。金花，过来。云姐，这就是我侄女金花。金花，这是云姐。云姐好。你好，慧姐，你侄女长得真俊。老板，你来啦。金花，快叫老板好。老板好。你好。你就是老板？你们要做什么？这一片是我罩着的，规矩懂不懂？浩哥，别来无恙。是你小子，小子，大嫂一个人撑不住的，你看着吧，不用多久，大嫂就会被人生吞活剥。你不如跟我混，我保你荣华富贵。浩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跟的是大嫂，这辈子只跟大嫂。行，有骨气。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为难他们。小子，你好自为之。小五，大嫂是谁？嫂嫂是一个朋友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厂子和店铺都不用担心。听说你开了一个服装厂。多亏大嫂给了启动资金。钱是小事，你有这份心，能把事情做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嫂，浩哥说了，有人会对你不利。让他们来吧。大嫂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金花对你很上心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嫂子，我还小呢。那天我看到杜雨桐了。哦。我们的厂子走上了正轨，店也越开越多。再这样下去，你很快就能追上杜家的。到时候你想娶她就可以了。嫂子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你大了，早晚得娶个媳妇儿，难道跟我过一辈子啊？也行啊。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陈阳，我爸爸死了。怎么回事？是车祸，爸爸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。他们说司机逃逸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妈妈准备带我出国读书。陈阳，下辈子有机会，我一定当你的媳妇儿。给我把这里搬空！你们要做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不
不许你们乱来！小姑娘，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杜天雄欠我们好几百万，人死了，账不能没了吧？你们胡说！天雄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？看吧。现在他死了，我们只好拿他的东西来抵债了。我爹不可能欠这么多，这欠条一定是假的！你们再不走，我报警了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警察也管不了我们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是顾家的人，他们说杜天雄死了，让我们来收账。其实就是想把杜家的产业都吃掉。滚！小陈，谢谢你。有件事儿，我想拜托你。天虹留下的产业，我急着处理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我一定会厚谢你的。杜天雄死了。杜天雄潇洒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死在车轮下。你这时候来找我，是想让我给他收尾？杜婶和雨桐急着出国，所有产业都低价售卖。大嫂，你这时候出手，绝对不亏。不错，有条有理。这个忙我帮了。杜太太，这些产业我按市价80%收，现金3天内到账。你带雨桐到了国外，用钱的地方多。金小姐，谢谢你。天雄那些朋友出事后一个比一个躲得远，只有你雪中送炭。你应该谢的是陈阳，如果不是他，我未必会掺和这件事。好了，金小姐。好，钱我会尽快安排人转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陈阳，真的谢谢你。陈阳，我要走了。等我读完书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你想建房子？盖一栋楼，有电梯的那种。建房子要的钱可不是一点半点。你手上有这么多钱吗？这里面有500万。怎么会这么多？我帮杜家处理了产业，这是他们给我的。如果不够，我再找大嫂借一点。这是这几个月厂子跟店里赚的，一共是80万。你先拿去用。嫂子，钱暂时够用了，厂子扩建跟开分店还要钱。你想建房子？可以。建房子虽然来钱慢，但走的是正道。
你要是缺钱，跟我说。谢谢大嫂。不用谢。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你这次坏了顾家的事儿，顾家不会善罢甘休。往后行事小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大嫂。把这里给我砸了！你们做什么？给我打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满雄，你不是塔塞吗？怎么在这里？上次败给你后，我受了伤，塔寨不要我了，我只能来工地找活干。好，以后你就跟我吧，帮我照看一下工地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听说你的工地上3天2头有人闹事。是的，大嫂。能解决吗？没什么问题。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，如果能完成，以后这种事情应该会少很多。大嫂，请说。这个任务可能跟你要找的3个人有关。大嫂，他们在哪里？在一艘船上。船上？对，那3个人为首的叫夜妖，另外2个外号鲨鱼和珊瑚。几年前他们劫了一批货发了财，后来买了一艘船，专在公海上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。那批货就是从我哥手里劫的吧？是。大嫂，那任务是什么？这次任务很特殊，需要你配合一个警察去那条船上，搜集到足够的证据，警方才好将其一网打尽。好。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跟警方合作？大嫂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个警察是个新人，你要好好保护他。大嫂，为什么找新人？老人有被认出的风险。这个人叫秦明，他上过船，你可以通过他找到接头人。你就算找到接头人，也要小心，不能太过主动。要想办法让接头人找你。让他找我？是。他们很警惕，如果没有朋友介绍，一般的人想上船很难。大嫂，那船上有什么？什么都有，等你上去就知道了。你就是陈阳？是我。你怎么这么年轻？成年了吗？20。比我还小！天啊，上面怎么给我派个小奶狗啊？小奶狗？你看你白白净净，还这么年轻，不是小奶狗是什么？我都说了。这次任务我自己能搞定，结果非要给我塞个保镖。
看你这样子，怕不得我保护你？你很能打。当然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们比试比试。还是算了，我怕伤到你。你看不起谁呢？我可是搏斗冠军。那来吧。你这人怎么一点不懂怜香惜玉？这可是你自己要跟我比试的。来，我拉你起来。不要，我自己起来。你的身手挺不错的，接下来听我安排就行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这还不简单，找到接头人，混上船不就行了？你知道接头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不过，通过他可以找到接头人。那你知道他在哪里？不知道。那就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打不过我。哼，那我就看你怎么做。齐明，喂！站住！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！你跑什么？我以为你是来收债的，不像吗？我现在欠一屁股债，朋友看见我就躲。你们找我做什么？我想上那条船。你想上船？没错。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要上船做什么？有女朋友不能上船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想上5楼，兄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。你看我，以前身家没有1000万也有800万，自从上了那船，现在反倒欠了一屁股债，那是我的事，你只需告诉我怎么上。你可以，1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抢呢？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打算？10万，1分不能少。好，我给。接头人叫狗哥，最近他在皇冠夜总会混。他长什么样？光头，脸上有道疤，很容易认。不过你们去了皇冠夜总会，千万不要主动找他。为什么？狗哥可是老江湖，你们一对小年轻，没人介绍，突然说要上船，他不想怀疑都难。你不是上过船吗？你介绍我们去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我还欠他们钱。那怎么办？把自己当成饵，让他们来钓你们。什么意思？要是你把消息泄露出去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那条船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巴不得它被炸沉。放心吧。我们走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这里怎么乱糟糟的？你干什么？别动，狗哥在那里。你现在装成我女朋友。好吧，接下来怎么做？什么都不做，跟我来。兄弟，玩几把？可以啊。你搞什么？
输了那么多钱，连人都没见到。别急，怎么能不急？我们的经费本来就不多，你倒好，一个晚上输了好几万。你话这么多，不累吗？你说我话多？当然累。可是就一个房间，怎么睡啊？为什么不开2间？不行，哪有情侣开2间房的？纠正一下，是假情侣。要不你睡床，我睡地。他们应该不会盯着吧？那可说不定。晚安。晚安。兄弟，手气不错，想不想玩点大的？多大？比这里大100倍。明晚青浦码头见，钱可得带够。到了地方，你想玩什么都有。好。兄弟，带够钱了吗？都在这里。爽快，上船吧。还有多远？快了！看，到了！鲨鱼哥，人带来了。二岛，怎么这么年轻？鲨鱼哥，人没问题，我盯着他们好几天了，就是一对想找刺激的小情侣。几楼？5。行，带他们去吧。你们跟我来吧。鲨鱼，就是你了。去吧，随便玩。你要是想玩点别的，到楼下就行。要什么有什么。好。去下面。去吧。兄弟，你这可不够意思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妞四处乱跑，还带着相机偷拍。说吧，你们是什么人？狗哥，我不懂你说什么。不懂也没关系，马上你就懂了。他在那里，抓住他！你是条子吧？你是谁？山虎。哦，这么说，当年就是你杀了我哥。你哥是谁？
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上，拿下他！有两下子。小子，挺能打呀！上次遇到你这样能打的，还是1年前那小子。那不会就是你哥吧？你说对了。陈阳，救命！你要敢伤害他，我就杀了珊瑚。小子，算你狠！你要怎么样？换人，1换1，再给我们1艘快艇。好，我们到船头换人。你们老大呢？对付你还不需要老大出面。换人。小子，你以为你能逃出这里？上！陈阳，我知道你是陈大强的弟弟，当年你哥被我们干掉，现在轮到你了，所以你是承认了。哼，承认又怎样？你以为你还走得了？你先走，我挡住他们。哼，挡住？你能挡住吗？走啊！忘了告诉你，那艘快艇的油我刚放干净了。小子，你走不了了。谁说我要走了？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小子，你是比你哥厉害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现在呢？够了。陈大强的弟弟果然有几分本事。你哥当年死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你们劫他的货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他？怪只怪他不懂得放弃，非要跟我们拼命。你比他聪明一点，可惜还是不够聪明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放下武器投降！不好，有条子！快，把所有东西扔下海！快！快点，快点，都快点！待会儿要是谁敢乱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都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！冤枉啊，警官！我们这就是一艘普通的娱乐船，什么违法的事都没做过，不信你们检查。头，船上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人追到没有？他弃艇跳海了，我们还在海上搜寻。这一带浪迹海深，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。这个呢？这又不是我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就是，这是叶宵的枪，有本事你找他去。谁说没有证据？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搜我身，所以准备了2个，一个让他们发现，一个藏得好好的。
完了。把他们都押回去。警官，他们会被判多久？以他们目前的罪证，少说15年。如果你说的案子属实，无期或死刑也有可能。哥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还觉得你是个累赘，结果你比我想的厉害多了。谢谢你，陈阳。你也挺厉害的，那颗纽扣藏得好。那当然，我是专业的嘛。那我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回来了。嫂嫂，那3个人已经伏法了。大强，你听到了吗？害你的人已经伏法了，你在那边可以安息了。嫂嫂，风大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。坐。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不错，上面的人对你评价很高。多谢大嫂给我这个机会。不过有件事我要提醒你，顾家那边最近可能有动作，你坏了他们吞注杜家产业的计划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了，大嫂放心，我不会给他们机会。你在警方那边立了大功，又有我在，顾家明面上或许不敢来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顾少杰那小子度量小得很。谢谢大嫂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你那工地、服装厂都是他们下手的靶子，多留几个心眼儿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啊！让开，让开！摔下来了，叫救护车，我马上来。怎么回事？他从2楼摔下来了，腿可能断了。你就是老板？是我。先送医院吧，医药费我出，该给的赔偿也不会少。他可是我们当家的，赔偿少了不行。你要多少？100万！100万！你抢钱呢？天杀的啊！我们家当家的在你们工地上摔断了腿，你们还想赖账？对，今天不给赔偿，你们这工地就别想开工了。我们天天来闹，让你们干不了事儿。你看看这个，我穿了你们的衣服，皮肤就成这样了。你们的衣服有毒，这不可能！我们的衣服都是正规布料做的，不可能！难道是我自己弄的？快来看啊！云记服装店卖毒衣服，穿了全身都烂了。别喊，我们给你退，给你含怀不行吗？光退怎么行？必须赔钱，至少10万，否则我天天来，让你生意做不成。怎么了？衣服有问题，云记卖假货，别人给你卖假货。衣服有问题，云记卖假货。云姐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在宛城新街的云记服装店。今天有多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，这家店购买的衣服出现了严重的皮肤过敏现象。这家店我之前常来的，没想到这么黑心，以后打死也不买云记的衣服了。这是黑心棉。嫂嫂，小五，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，我们从来不进这种料。我知道，
云记制衣厂涉嫌使用劣质原材料，即日起查封，配合调查。小五，厂子跟店都没了。嫂嫂，会有的，都会回来的。顾少，陈阳的工地已经停工了，服装厂跟服装店也被查封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别急，查封算什么？我要慢慢玩，把他身边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拿走，让他看着自己是怎么变回一条丧家之狗的。嫂子，那批原材料是谁买的？查不到吗？厂里的事儿太多，进货的单子堆了一大漏，我一时也记不清了。但小五，我们的衣服绝对没有问题。这肯定是顾家搞的鬼。你的工地呢？那边怎么样？不用担心，我来解决。最近是不是有些焦头烂额？是，工地、服装厂、服装店同时出事，这些应该都是顾家在背后搞鬼。需要帮忙吗？大嫂，我确实想找你帮忙。工地那边的事，我心里大致有数，但服装厂被封，需要有分量的人出面，让市监局重新彻查那批黑心棉的来源。这事儿我来安排。100万，我给。100万是前几天的价格，现在嘛，我要200万。好。爽快！抬人走。秀莲，你真拿这么多钱啊？回去怎么跟顾少交代？交代什么？这可是200万，有了这200万，咱们去哪里不行？还用得着看他姓顾的脸色？也是，200万，咱们分了，远走高飞。早知道那小子这么痛快，我该多要一点儿。别装了，你那腿从小就错位，还拄个拐杖，演给谁看呢？警察，不许动！警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可没干违法犯罪的事儿，我们就是要点赔偿，就算多要了一点，也是合情合理。你刚才说的话全在这里面了。你们涉嫌敲诈勒索，金额200万，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一旦查实，少说要判好几年。警官饶命！我说我什么都说，是顾家让我们干的，他们给我们每人1万块，让我们闹事儿。怎么样？我可帮了你大忙吧？谢谢。我们可是朋友，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妹子，有一单生意，要不要做？什么生意？帮我去搞垮一家店，事成之后给你5000。我可不做这样的事儿。1万，2万。哪家？别急别急，2万块，我能找到的人太多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？我怎么没本事？云记那家店跟厂子就是我们搞垮的。真的吗？你们有那么大本事？怎么没有？要不是我们3天2头去闹，事情哪会闹得那么大？那个记者拍了照，上了电视，市监局马上就来了。那记者也是你们请的？那个倒不是，我们哪里请得起记者？这肯定得你自己请。那厂里的黑心棉是你们放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是谁？警官，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放心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如实供述，我会为你争取宽大处理。带走。金老板，多谢。这下你相信我是好人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跟斌爷他们混在一起？这个嘛，过一阵你就知道啦。证据都已经固定了，工地那边秀莲的供词
加上这边闹事者的交代，还有你给的那份窃听录音，凭这些足够让顾少杰进去待一阵了。顾家家大业大，你敢抓顾少杰吗？他都犯法了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可是警察，管他是顾家还是天王老子，只要犯了法，该抓就抓。观众朋友们，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，云记制衣厂黑心棉案已正式告破。犯罪嫌疑人对栽赃嫁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。云姐，都过去了。满雄，这段时间盯紧点儿，有什么事儿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放心吧，老板。等这栋楼盖好了，我给你留一套。老板，你不是说要结婚了，正好当婚房。谢谢老板。我那媳妇儿是我们一个村的，跟着我出来打工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。结婚的时候告诉我一声，我来给你们捧场。老板，我蛮雄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不好了，厂子被人砸了，大嫂也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下午的时候，突然冲进来几十号人，全都戴着头套，见东西就砸，见人就打。我拦不住他们，把大嫂劫走了。知不知道是谁做的？戴着头套，看不清脸。你觉得是谁？浩哥、斌爷、顾家，还有好几个家伙都有可能。我刚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现在什么情况？陈阳，你觉得谁最有可能？一个一个找过去。跟你们说实话吧，大嫂这些年一直在搜集他们的罪证，最近准备收网了，他们应该是得到了风声，所以才铤而走险。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斌爷，金秀被人劫走了，我们希望你配合调查。配合，当然配合，只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大嫂被抓了，你们去找抓她的人啊，找我有什么用？我可是守法公民，什么坏事都不做的。我们走。那家伙绝对有问题。我知道。你在这里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千万别进来。你要做什么啊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，小子，你又回来做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信你没有一点消息。你若是不说，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。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啊！浩哥，你去找浩哥，我听到他提过，他前几天跟人说什么绑了人，具体是谁我不知道。怎么样？浩哥在哪里？我知道，
这里空了，前几天还开着呢，肯定是这家伙做的，劫了人就跑了。小五，你嫂子不见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前一刻还在收银台那里算账，我就去仓库拿了一趟货，回来人就不见了，到处找都找不到。陈阳是吧？你是谁？你想要救你嫂嫂跟大嫂，就到青浦码头来。小五，不要管我！陈阳，不要逞英雄。听到了吧？好，我来。只许你一个人来。要是我发现有条子跟着，就要了他们的命。好。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去。太危险了，我马上申请支援。不行，他说了，只要看到警察就撕票。可是你一个人去，白雪，我没得选。往前走。看到那艘快艇没有？看到了。上去。李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把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都交给了警方，那些罪足够我被枪毙100回了。你问我为什么？我劝过你收手，你不听。收手？手是那么好收的吗？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拉几个垫背的。杀了你，再杀了陈阳那小子，然后拿着顾家给的钱远走高飞。大嫂，你说这笔买卖划不划算？果然是顾家。谁让你为了那小子得罪那么多人？大嫂，你是聪明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站着别动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让你别来，你怎么还来？兄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浩哥，你这回可是走了一步死棋。没想到你还真敢一个人来。我一个人够了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你非要跟大嫂混，又得罪顾家。你要是跟了我，哪至于有今天？可惜什么？可惜你是个情种，一个嫂嫂，一个大嫂，你哪个都放不下。有个老朋友要见你。你竟然没死！当然，那晚上我从快艇上跳海，你们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，但我活下来了。想不到吧？你哥是我杀的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小五，这就送你们去团聚。警察，不许动！你有没有事？
有没有事？没事。穿上这个，怎么样？我就说肯定能用得着吧。谢谢。我们可是朋友，说谢就生分了。